行过菜园边，白菜青青，阿爸心内真欢喜。阿爸牵水牛，行过这园边，甘蔗甜甜，阿滴水暖插插边。阿爸牵水牛，行过肥肥，水来游来搁游去。阿爸牵水牛，行过菜花边，游水满菜园。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我是丰收时。阿爸真欢喜。随时拢会使举手起来嘛，安尼吼，知无？知。好啊，身躯若无爽快的时阵，爱甲啥物人讲？老师讲。老师讲，吼。水牛对的，对好伫咧倒位？啊，但是迄个球甲后边，有变得无出来。超市起来。来，你话你。讲不了你话。小朋友搞早。高山啊，爱气头，会知无？吼，来啊，脚踏白云四个手，手安尼，脚趾爱摇哦，手跟脚趾爱回斜跟头啊，手跟脚趾回斜高山啊，爱气头，脚踏白云四个手，会知无？飞起了，咱咧有动作咯吼，来，这一届哦。鸟气，鸟气，叽叽叽。鸟气人会人人。过来。鸟气，鸟气。哦，咱的议员来，议员哥哥来个拍者就好诶。来，咱即摆定定拢爱洗手对不对？哦，所以你只要若去过。做主持拢共款，但迄个头毛共款尔，分的拢共款。高山啊，高山啊，爱气头，脚踏白云四个手，背起装备功夫好，劳动代理人学乐，一两三，高山啊赞，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高山啊！
备，开始！鸟起，鸟起，叽叽叽，天亮亮，月亮亮。你讲阮是鸟鼠仔队，阮是鸟鼠仔队。哦，咱要来念开好好二位听好无？预备，开始！鸟起，鸟起，叽叽叽，喙尖尖，血长长。 看到涂骹尿尿软，鸟鼠鸟鼠拼第一，有礼貌守规矩，鸟鼠鸟鼠讲台语。最后丢喽！哦，这边谁？ 来，无闭者闭者。哎呀，肥友我拢无讲啦，讲台语，讲台语啦，真欢喜，嘿。赞啊！赞啊！啊，太赞！哦，金星老师你这边啊。唱歌演戏着第一，有好气，高演戏，高滴高滴高滴，啊赞啊！两个来，来这边。来，两个来哦，来站着，来哦，两个。开始，咱即马先介绍场馆贵宾哦。麻烦咱会使我就请大家要甲叫正好哦。各位老师，各位贵宾，咱的杨主任、副杨主任吼，真欢喜咱当年一遍的咱的趣味文化营，咱搁一遍伫遮开始。今年咱更较欢喜，这就是咱的单语文的分区，希望会当有全国大家各位，大家拢了解咱家己的台语的发展的一个所在。后壁咱计佫有足侪礼物吼，咱这边非常多谢有真侪人甲咱足侪关心。咱首先先多谢咱的杨主任吼，咱的副杨主任，咱的嘛是校长哦吼，讲起来校长老师咧替咱大家努力。今仔日咱嘛看到足侪贵宾哦，第一个是咱地区的。立法委员哦，你知影？立法委员足大对不对吼？咱的立法委员吼，秀芳立法委员吼。议员好。不要紧，咱今仔日咱才开始呢，先吼。另外这个是好秘书好嘛？另外这个是咱的。民间的团体文教基金会，因嘛甲咱赞助哦，咱家拍一个铺特别水，你才捌来是无？你是真正水才捌来，来，甲咱送礼物哦，甲咱送咱食的哦，所以这个咱爱特别我来多谢这个，因会当顺便袂当来吼。你甲要甲阮讲，你是倒一个基金会？大家好。我的基金会是甘苦顺，甘苦顺文教基金会。咱的公司是生日超免税店，大家知无？大家出国的时阵去坐飞机的时阵，一定会看到。生日超，咱大家知影啦，有出国的人到机场有迄个免税人士，阮伫遐伫台北，伫法务部做伙开会时，因为知影咱咧做这项工作，伊赶快到。调教我们的所以咱这个非常有
非常好友，咱有一任的校长刘校长吼，然后校长即马的校长是魏校长，因两个拄好是同一个家庭出来哦。你安尼在听有无？同一个家庭出来，使用伊是引进足侪贵啦，20档来，安尼即个所在顾较足好势。咱搁拍一个呼啊，甲因讲多谢多谢。好，安尼我就无。用上乖的方式，互咱的新家长感谢伊。足感谢今仔日听到上好听的一句话吼，谢谢咱的执行处长各位小朋友以及咱的杨主任、副主任，跟咱所有的志工老师大家赞，大家好，大家看到哇，好棒好棒咱的这个夏令营结束了后摆回去厝的要教爸爸妈妈讲台语的人举手。要甲爸爸妈妈讲台语的手。咱的小朋友大家拢是咱的志工老师，大家拢足认真的要教大家讲台语。嘛希望咱各位小朋友咱的生活营结束了回去厝的甲爸爸妈妈拢爱讲台语哦。咱杨主任、副主任，咱共款的上水的妹妹啦咱王瑞美，咱的秘书、法师秘书，以及所有辛苦的老师，甲咱石虎队、鸟鼠队、高山队、山猪队、碰鸡队、甲水牛队的小朋友，大家早，大家好。上品度的老师是啊。多谢啦，即个我的音乐嘛，足边的边仔音乐困袂去吼。多谢小朋友吼，唔通袂记呢，咱身体能开啊吼。祝咱小朋友吼，学欢喜，学快乐，学欢喜，安尼台语真骨溜。加起了咱各位咱议员吼，咱长吼，在座各位咱大老师、小老师吼。各位小朋友，甲即个样子办甲真好。会惊时间会过咧，我想大家吼，读拄伫教室内底，拢已经参，恁个大老师、小老师拢已经有见面啦吼。我就无爱搁伫遮聊时间介绍吼。咱即个名，咱会今日有6队，即6队吼，拢是动物的名哦。鸟，天顶咧飞迄个咱讲做鸟啊，迄个鸟哦。日进颠倒。我知即道，我拢知啊。好啦，大家拢足够追的啦，吼，足够追的。首先吼，就看到即个小朋友的吼，大家小朋友、大朋友嘛会当做伙来，吼，来小朋友来，请起来，来开始活动紧的，来围倒。你真遐大只的啦。好来，袂歹，一只。不过声音嘛，搁伤细，搁一张吼歹势，这山猪啊，来鼓励。感谢咱抽签观众吼，以及咱2位辛苦的校长，这2位拢校长呢，恁有即个乐天国校的无？乐天国校举手。无乐天国校哟，有即个乐东国校的，有乐东国校来无？乐东国校吼，感谢2位真无聊安尼吼，因为大家念伊呢，要开始来即个来语言吼，要开始美浓的客家人，你知啥物叫做客家人无？对，哇，恁校校拢有教吼，客家人吼，客家是怪甲我讲即个讲台语。结果呢，伫咧因读幼稚园，尾啊因早去读幼稚园的时阵吼，读到即个大班要毕业时阵，一天倒来吼，2个人咧讲北京语啊，无甲伊了解啊。来，小朋友，谢谢。花滴真古水，身躯甜笑眯眯，唱歌演戏着第一。有好气，高演戏，刷你，漂亮！
来，开始。恭喜恭喜你欢喜，恭喜恭喜手开起，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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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放弃啦，好来放弃。高山啊，爱心头。小朋友，谁要收拾啊？来，收回，开始。pose 哦，哦，别让叮当哦，哦，那插头红啊嘞，我来，老师呢，讲叮当还是要叮当哦，好开始，哦哦，哦就配合了。开始行，来行，来随便行，拢会当随便行哦，你准备啊？行。一、二、三，插头啊，叮当，来。哦，这种的动作，哦，你买到经济独立，哦，最搞诶，哦，你三，阿妹啦，行，一、二、三，插头嘛，啊，你是啥？883大佛这里啊，哦，拢就会，但是有规定哦，即摆是一人对无？带一画旗人3踏步弓，先裤爱碰到对方啦，哦，带一下，带一老师画旗人插头，啊，停的时阵爱3开始，啊，你把那个踢倒了，哦，这3有卖哦，要换4个一组哦。来，听好，来，老师来，来，对。
来，嘿，苦嘞，OK， 好，那摆动作，注意啊，吼，好啦。好，你第一把，对嘞。这里是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哦，欢迎。来，请问你这个是什么？来，列开，来一下。好，知道。早上他说话。拖啊，裤子。哦，这周礼拜。哦，我也是先放上。我被打脸了，你这边在发声音哦。加油！哦，这个老师迄个叫风文者，做牛，你是牛角，你是牛头对无？对角的。哦，角。你做咩食啥？你是食唔是啦？这个是演啥来？哦，这个是我伦敦铁小一种，啊，老师两位啊，来试呀，好啊。好来，哦，明白，啊你管，数空气，啊你是片啊呀？哦，哎，哦，什么嘞？来看远的所在。哦，即马高山咧看远的所在哦。啊，看远的所在得望远镜啊，来，这么久后别表演一下嘞。哦，小波直接给他好创意够响应哦！来，1、2、3，开始。啊！
了，摕去外口，爱洗洗，才袂有生高声。袂使安尼等的，是安尼等着，咱条球的，手的嘛有一条球，遐随时注意两条球，来预备，开始哦哈，来，好，干嘞，来，两条球同齐算，同齐哦，同齐，开始，同齐。游来个游去，阿爸牵水牛。
就是我上重要，我上重要。行嘞，行嘞。老师，你会咧不咧？嘿，老师，你会咧不咧？老师就应讲，哦，咱大家拢真有把握着款哦。老师就笑咧哦。嘿，看你拢遮认真咧准备哦，好来。好，你这个引导的好处。好，姑娘，各把门过，上阿爸讲，哎呀，好，好哈，阿哥，我这个我那个人家预备，来，你这边看，阿布，你看，我带你来，来阿妹，来都给晒来，给晒来，然后这个都好啦，阿明啊，好啊，多谢。阿爸醒来真欢喜，阿爸牵水牛，行过这远边，甘蔗甜甜，阿弟嘴软插插边。阿爸牵水牛，行过奇奇边，鱼啊飞飞。无聊咧，无分。
有山有水人文雅，依附二路三艋舺，古早到今有名声。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八卦山顶有大湖。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2月满市街，好美事意好读册，生命车库无礼庙，独一无二，咱爱好相。溪湖葡萄甜蜜蜜，花坛白入香香香，二林柳丁伊滚滚，大城四季红红红。溪洲芭乐脆脆脆，田尾花蕊水当当，福兴牛奶香讲讲，粉圆米粉 Q Q Q， 鼻头鱼仔肥准准，黄金蚵仔青青青，煞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你哋欢喜无？有欢喜无？开我看到你的手机，现在出来，就有看过。笑一个，笑一个。哦，那手机拢出来。有无？哎呦，你大家拢无欢喜，有欢喜无？好啦，赶快看大家有接水的。我等下送你咯，我等下就送你哈。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做好事情啊，咱豆豆啊行，大家一个手慢慢来行，然后你若是出沙，你有炸茶无？大家拢一起来听，一起来哦！大家拢好。各队集中，咱用车甲你载去县城，你就免排，你排伤多。有的我看有的小朋友排2包，有的排3包，你若想排，你一个排排，你会较只拼对无？车坐车甲你载去，你就较袂排多。各位，我唔知大家搞啊袂，咱来看下东西，较侪咱一边吃哦，无一定爱坐阵，你个人食过。我民意代表，也是地方的人，就是来这咧开会讨论，就是咱即摆的哪体，就是四四角角，为什么伊会起价呢？唔使做物件。好多是领导的条也几啊会，所以早期因为阮时代咧啥会，行地动、行火灾、行水灾遐，所以伊拢爱想伫内底。哦，这是咱中华。鸟鼠行第一，有礼貌，手规起，鸟鼠放在意。高跳，不是猫啊，袂爱哭，跳好跳好跳好，去啊！爱气头，拉长。哎，再不好意思，娘，这么大力，微皮上难怪，拿去。你包养没有？像我演戏着
有好气。放弃，酒为止，放弃，光大气。老师在厨房吗？对啊，就较少啊，哦，较少啊吼。后拄细汉的时阵拢爱办茶汤，茶汤是最细的茶汤。啊，咱人的来时阵呢，因为这个水是甘甜的水桶，一卡一卡的水桶，来遮灌倒去厝的泡茶啦、煮饭煮菜。啊，但是即马可能大家厝内拢有迄个过滤器啊，啊，遮就较少来。你透早前，有人知无？放苦啊，等一下，来听试看卖啊。那是较芳的款。哎，有时间恁才家己来理好吧？手伸落，大家记得手伸落。好啊好啊，手起来伸者。手甲伸一下。好，安尼好。这阿拉碰布啊哈，来，紧来吼，好 OK 好，行好，啊行，搁行搁行。行。哦，搁行。行到遐拜拜者哦嘿，拜拜者。哦，拜拜。哦，手洗一个，吼，来，哦，赞哦。好，行，拜拜哦。莫甲炸咧，来先生看卖，啊，若有面巾的人会使摕面巾出来哦。吼，嘿，面巾摕咧，然后吼，会使甲试看卖，看有凉无？有凉无？有吼。来，会使过轮流，来。耶！哦，面巾的人会使摕出来试看卖，个人要试看卖无？今日来摸看卖。哦，凉啦！拜拜，来。我拜了就行过哦，坐一个拜拜咧吼，拜拜咧。来，上好对，来跟我行。拜拜一个哦，哦，咱讲福咱的福德正神吼，伊嘛是财神哦，所以拜拜吼，互咱保庇咱健康。好，弟弟。来，后边好未？来，上好对。来哦，好个无题哦。清朝初的时阵，咱的祖先是甲挖起来，舀水等于厝的啉。哦，啊，为啥叫红毛仔？外国啊，写做安那？阿刀啊，为啥叫阿刀啊？对，你讲了对。系啊。啊，这是什么？不是啦，这叫做对啊，来，洗手人进来，啊，你若有面巾的，当家伊用水凉凉。来，这过来拜拜了，拜拜了。来，咱家咧先拜拜。方便归地位啊！哈。我拿毛巾。那你有没有？这边。哦，拜拜。这边。我来这边又给我来。中华旧名叫半山，有山有水人文雅，依附二路三艋舺，古早到北有名声。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八卦山顶有大湖，
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2月满市街，好美事意好读册，性命车库无礼庙，独一无二，咱爱好相。有对，在无？胖胖胖，一零六六鸟啊，最爱看。有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有山风雨人心细，男女老幼乐安然，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下啊尾啊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是行，本土语言主流化，祖先文化咱来看。思路共商照共心，保义保存咱责任。人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好名声。咱中华，变一张，唱一条听孙的歌。我追求的青阿公，我追求的青阿公，看阮这边教囡仔戆戆戆，看阮这教囡仔戆戆戆。安尼尔，这条路叫做什么步道？文化步道。啊，这个拢爱问哦。我好，来，咱我对对无？对好来学，预备，开始。鼓啊，跳跳跳，鼓啊，站站站，鼓啊跳，鼓啊站，好名一起来。哇，伊真正够忙啊，玩吼。我管的哦，这里哦。上尾接来，来，对呀，预备开始，高山啊，爱佚佗，脚踏白云四界走，飞天转地功夫好，高讲台语人学乐，一二三，高山啊站。站就是站，就是站站站，高山啊站啊！放弃，守规矩，放弃，讲台语。来过一遍。来，放弃，真欢喜。
碰气碰气，规矩，碰气碰气碰气，讲台语才无放水落来吼。现在有很少。水若落来的时阵，满若低，就像咱拄则行起来迄条溪沟，水的意思。碰水队。哇，姐姐。哦，咱后壁的吼，开好了，咱再同齐过来吼。即摆是第7个。新年好，爱讲台语有够票，不是猫仔最爱吵，就好，好去啦！就好对啊，恁即摆人伫倒位哈？就好对是倒位，就好对是倒位，我是家。无，我即摆讲恁遮目前的后壁迄块墙是啥物墙？高山爱剃头，他打白魂记得走。他真有嘞啊！你拢无错，搁一届，来，预备开始。高山爱剃头，他打白魂记得走。会天正地功夫好，全部扬过来嘞。要讲台语人学咯，高山赞，就是赞，高山赞啦！碰气真欢喜，碰气守规矩，碰气，讲台语，过来，碰气真欢喜。碰气，守规矩。碰气，讲台语。来，稍等下哈，恁这是碰气队嘛哈？是。啊，恁即马目前后壁迄个墙是啥物墙？恁知无？乱河溪墙，讲一遍话，哥听来。乱河溪墙。哦，安尼，今仔恁来遮爬山有欢喜无？有啦哈。啊，大家会忝袂？袂哈，好，再见。好，感谢哥哥。来，这2字先进，这就是这边爱讲补的，爱甲刻伫面顶，摕来遮讲吼。起来，预备来，高山起来，赞。今仔有欢喜无？啊，恁啥物队？小队。今仔有欢喜无？赞啦！来，恁这队啥物队？高山高山队啦哈，高山哈。啊，今仔来爬山的感觉呐？真快咯！真爽啦哈！好，谢谢。发电厂那里啊，那这里呢，风力发电厂那里好多支有没有？来，恁这队什么队？碰气。碰气队啦哈，啊，恁为倒位爬起来？对195中华文化馆遐爬起来。哦，有遐爬起来啦哈，啊，今仔爬了有欢喜无？有啦哈，好。碰气真欢喜，碰气守规矩，碰气讲台语。搁一遍。碰气。讲台语。恁这队什么队？小队。啊，恁即摆咧创啊？听无？有粮咯。大家好，我是小好队。啊，恁即摆咧食啥哈？咧食啥？食大补。啊，有好食无？好食哈。当然嘛，无好食，你都无咧食，无怪你无好食嘛，吼。要3张2两50。
有山有水人文雅，依附二路三艋舺，古早到北有名声。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八卦山顶有大湖。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二月满市街，好美事意好读册，性命车库无礼庙，独一无二，咱爱好溪湖葡萄甜蜜蜜，花坛白入香香香，一林柳丁伊滚滚，大城西瓜红红红，溪州芭乐脆脆脆，田尾花蕊水当当，福兴牛奶香讲讲，粉圆米粉 QQQ， 鼻头皮仔肥准准，黄金蚵仔青青青，煞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山风雨人欣喜，男女老幼乐安然，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袂他大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好名声，咱中华，讲台语啊！有的人会惊悬啊，所以唔敢看下边啊。我又不怕，我不怕跌下去了。好像越看越恐怖，不要看。老师那有春象。哦，春象等于咩来讲？哪里？春红。啊？春红。什么叫春红？哎，火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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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火鸡！火鸡！火鸡！来，火鸡！来这个。好自然感中。有山有
爱的心。花土片土地滚滚，花大白日香香香，一林冷冷伊滚滚，大声是话红红红，下手巴拉切切切，草尾花里水当当，福气如日红滚滚。 散山海山活跳跳，心肝有名是酸甜。山风人心细，人梦人安静，悲是真打拼，一粒心中真大车，世界第一上是行，阮可愿自流花，祖先文化咱来看。有路感伤，照甘心，无依无靠，咱只会醉。 向前行，各自发光。心来真欢喜，爸看水牛，行过这田，这田阿弟水嘛杂杂，阿爸看水牛，行过这田，水来又来个又去。 我转过来。
来。会使起打屁啊！还有最后一句来，笨手，嘿，好，过来。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好，过来。高兴啊，直接放炮啊！耶，我高兴啊！系啊。嘿，真好，过来。阿公，我去拍电话。嘿，过来。我要，即马。从即摆开始，我要改分，互大家做清新的空气。清气的空气，清气的空气，搁改。嘿，过来，最后。厝内分类，哎，分数爱做，分类爱做，分类爱做，厝内行2、3、4、5、6，好，你上厉害啊！好，来，过来，来，大家高炸！哎，对，啊，过来是步道。是你带。你叫啥名？手放落。来，你手放来，要给你啦。我看麦。哦，大概叫你啊，是你看麦诶。这个是不小心贴错。哎，无要紧，咱讲台语。咱来讲台语哈。高炸。小朋友，大家高炸。哦，他在拍药品。哇，这样他在拍药品。怎样？第三个就是草莓人家讲，哎来，会记草莓人家讲要唱无？去讲想要做做草莓，因为生下伊就好种地，草莓伊就唔惊伊，伊人讨厌伊就伊我是爱伊就那。草莓人家讲，家讲会好听。草莓人家讲，家讲会好听。哎，做草莓人。恁后行只10个。我这边手30岁，手30岁。哦，好。转转。
好，恭喜！来，你来。来，第一块。加油！哦，加水，加水，加对，加水，加水，加水。先不要啊，我懂。哇！来来来。哇！回去了。太好听了吧？哦，厉害厉害！来，往下。往哪不嘞？瞄上小。我也是来不及。我要调个没加你。人家说那就不要。我就到这边。再往前一小步。无声好呗。这个是条正中间哦，啊，你那想在边那条。啊，甲靠。你条哦，啊，用大背啊，慢慢来救，慢慢来救，嘿。真正啊扛哦，啊袂扛，靠近就袂使刷掉哦。后边来，后边来。你给他刷出来。好，这两题就过关啊，吼，这两题。救起来。因为这有联系较大的时间。先给他救出去。哦，这真大动好啊，真大动好。
大啊！你来叫，你来叫。第二个这算内底有造迄个 IC 的规划，专门在写啊。那是短的什么？哦，来，这个。来，去，好来，开始。来哦，他先来了。反正这箱。不管你的手有偌深，拢爱坚持就是，拢袂使放弃啊。带来。你跟他摆。你爱甲你的情况讲出来，袂使讲你的情况来，拢唔知。你讲啥？你跟他救出来，哎，唔通规啊放。对，班长做面顶。两个啊，恁好，来等。好，慢慢啦哦。班长出声。我拢相信你，绝对无问题。看伊咧，可能就得，可能就过关啊呢，可能就是挑战的哦。班长要出声。给他救水，当大名要给他救，好过关啊！南来北往山海山，路来经过万千山，八卦山顶有大风，各自各地各参情。到底是要哪里？白啊，安尼买应该买。三角地。你要挂了？对，还是。真打拼，事业成功才有。你无张哦，但是我家无，我家无免洗款的。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是拼。老师，咱今日去看恐怖的啦。真好，你爱看一下老师，再去看观众，安尼吼。好来，老师。好，咱对大步过来。想对声哦，闭下声啊，对声。好，咱对大步，
大尾是算咸呀。你袂使卡针对关手，我毋是你讲。来，转过来，毋是你来，你讲。下一句我现在点来啊？再来，孙子啊，好，你跟他下，跟他边下。来，准备来，你谁今天唱？哥哥在后面。好，哥哥在我腿上，我在哪呀？你看阿母，你穿着，看阿母再次，看阿母。妈妈，你来继续讲啊！再次，你看，再讲啥物啊？我拍嘛，来啊！对啦，刷电弄呢，讲话题，咁正式嘞？咁正式嘞？咁正式来看鸟啊嘿！咁正式嘞？对啊。安尼，我刷进去，动作是，咁是嘞啦。多谢你，我若会当平安大汉，一定会报答你的。别客气啦，呀，你我来。来，这边，小朋友，这边，来。排队，拜拜。OK 卡，再见，拜拜，放好。本来你，谢谢啦，花花白粒，香香香，一林冷冷一滚滚，大声是红红红，黑酒巴拉切，田尾花蕊水当当，福兴牛奶香讲讲，粉米粉 QQQ， 鼻头鱼啊肥煮煮，黄金鹅啊青，山山海山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山风有人欣喜，男女老幼乐安全，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下啊尾啊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是行。
国际发光。好名声。咱2017年关怀出台语处理生活名，咱的成果展演啦，即马就要来开始。有一寡家长贵宾哦，较早来有看到阮头拄仔，也是咧排练对哦。因为咱的营队吼，拢总有3天，时间实在是真有限，所以可能很多看到小朋友的这个表演哦，咱这个代表咱中山汉军政代表哈。保新国中的家庭会长吼，以后咱中华关大文协会理事，还有南园国小的干部，还有介绍无的嘉龙做一摆给您欢迎。咱董事长，啊，搁咱议员代表，啊，搁有在座的贵宾甲现场的家长，搁有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日真足欢喜的，咱代表咱馆长，啊，搁咱教务处处长来参加今日这个活动。啊，歹势，因为我有当时吼，我感觉我的检讨就是我的台语无啥认得，所以头拄伫迄洗手间的时候，我有听小朋友伫咧对话，伊就用台语咧互相咧开讲，哦，我感觉足厉害的。所以咱今日咱这3天的这文化营的活动，实在是就有成效的。啊，咱等下哦，甲时间咧交换，咱知小朋友今日是主角，所以我就摆占收的时间。啊，祝咱今日的活动咱一切顺利完成，顺利完成吼。感谢大家，谢谢。非常的辛苦，感谢咱中央署长的支持吼。各位小朋友、各位家长、老师、贵宾啊，杨主任、副杨主任，各位咱的职工啊，真欢喜，咱一年一度的咱的文化营，而且这一个，看大家做伙伫遮，我想较要紧的是咱大家拢会当知影，咱家己的母语、家己的台湾话是足要紧的，希望伫咱家己的厝内，就会当要紧。因为毋是干那学校教，学校的课程真短，希望咱政府、甲民间、甲家庭，大家拢做伙要紧。我想咱的台语就袂互放弃。咱关怀文化基金会办台语演讲比赛已经23年啊，继续23年。对50个囡仔开始比赛，到去年是1281个囡仔，今年咱应该是会突破。上次可能上无，应该是将近1500个囡仔吼，所以还袂报名的，咱伫即顶礼拜已经开始伫鹿港开始了，后壁还阁有11场，过去是1场，到即马去年是7场，今年已经有真个乡亲来讨，所以今年变做11场，结果大学领导大学讲安尼换伊要来鼓励。对初中、甲高中原来分比，因讲好唔好？我看不到好嘞，好唔好？好，所以请咱就爱要紧吼。啊，所以咱的台语啊，咱有台语演讲比赛，有文化营，有世界母语这个活动，有母亲节，人会爱母亲，爱讲母语，对不对？吼，所以咱个活动是一直来，咱也有合唱团，咱也有台语的剧团，咱有真侪项的活动，咱特别伫遮，即马县长嘛已经承诺，咱即个园区是20当前，我做县长是收倒来的营区，即马要成做咱台语文的园区，好唔好？好唔好？好唔好？毋是干那我好，咱好着，我逐个人拢好，所以较要紧是逐个人的家庭中间，你就是一个母语的家庭，家己的母语顾好，伫厝里甲囡仔会当讲互伊听，互伊讲，安尼即个环境就会当向即个咱家己本土的文化就会存在。咱
要去甲世界各国接触，咱就要有咱的特色，有咱的自信，有咱的特质，人才看咱会起。要甲世界去比拼，就是咱家己爱看会起家己。所以伫遮特别多谢大家将你的囡仔交来伫遮，但是原来伫遮要拜托大家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要紧来栽培咱的细囝，做一个台湾人，会当要紧咱的文化。 伫世界去发光，拜托大家，多谢大家，我来要借这个机会，请大家甲阮共款来多谢所有咱的县政府、咱的老师、咱的职工啊各界，甚至有人甲咱到处礼物的，较听意义来多谢咱特别来多谢咱的杨主任是咱的杨校长杨正宇杨校长。 另外，咱的副杨主任是张校长，然后有遮尔侪的老师，每一队10几个囡仔，有2个老师，佮第3个是志工，然后有遮尔侪老师，佮有咱的导演，佮有真侪其他的，我无一一介绍。我先去甲大家问，咱的囡仔转去，毋知因的反应，恁有感觉囡仔有较进步无？台语有较进步无？有欢喜无？ 我看嘛，无够啊有呢吼，有啊无啊？有，啊就拜托你，以后大家一定来推动。我想讲，我直接要一个要求，以后若有参加咱的演讲比赛，咱才互伊来文化营，安尼好不好？若无参加的吼，迄咱请拜托伊家己小家庭来爱小努力一下，而且用安尼，若要借大家手，甲咱所有的工作人员讲。 感谢另外是，阮关怀文教基金会，阮家己的志工，阮家己的工作人员，因是无暝无日，甲遮个志工拢无暝无日去做遮个工作，恁可能看袂到，因为并无去领咱的支持，阮基金会甲咱的一个志工，大家做伙表示，所以是毋是大家互我声，甲咱的小姐，伊个小姐伊个，来，人。 咱的志工起来，咱来看这上坡老师们这边起来好不好？来，当起来好不好？来，志工，好，安尼大家做伙来努力，互咱的台语一定会当发展，一定会成功。多谢大家，多谢。好啊，多谢小姐好不好？另外，咱的娱乐委员办公室，伊甲咱提供。 足侪物件，煞毋知啥物物件啦，啊，多些水啦，啥物迄不时的地方吼，主办单位吼，多谢大家支持啊，大家拢有支持啊吼，多谢。华语咧讲的松鼠啦吼，碰气，啊，搁石虎，啊，搁水牛啥啦，咱经济南项的动物吼，拢是咱台湾的动物吼。 虎啦、狮啦，迄款的吼，台湾无的咱就无见吼，啊咱吼若规个小朋友经过这几工的学习。大家好。来，
做啥？通知遮，通知遮。行，你嘛你来啊徛，无爱了，咱家己甲我讲。啊，是要惊啦，你惊啥？好，等我一。耶，阿爸，你看我练起来啊！啊是啊，你真硬诶！我是到这个单叫做家好，我是遥遥美丽的水母叫做如蝶，我是因两个囝，我叫做家。唉，现在咱种的种种运动真好，要收成啊！你哪会面有面甲？无讲你嘛不知影。最近咱的菜唔知所以伫咧换底啊。啥？你冤家是咧冤啥？啊，你着讲因家己遐较重要啊！这安尼是要安怎？啊，有啊！你看，大家看观众遮尔济，咱叫伊家己出来讲，互因选好无？好啊，好啊，咱即摆留下白米。我是白米林清涵，我提供力量甲两杯酒。我是白米林英宏，有超过21个人，大家拢食我。一零四，我是上赞的新闻，我上重要，我上重要，我上重要。我是做卖的，我上重要，我上重要。我是番麦单参灰，我会使变做400外项的原料，有1/4甲食有关系。我上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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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重要。看过来，看过来，我是改变民主新世界，我是麦当劳的大干，人人看我，人人爱，地下的泡沫是我，你敢知？我是马英吉李正安，我的故乡店秘鲁，我来自山区，我有强烈的营养，会当提供人
大部分的药药。我是马林志魏文凯，我是国际美车，我会使解决世界欠食的问题。我上重要，我上重要，我上重要。这拢是着到这个啊！我想着啊，来去妈祖庙逛街，吼，你是来乱的啊？啊无，咱若问大家较尊重啊，因为白米人车也手啊。送啊！因为五大人车也手。送啊！因为欢喜人车也手。那是，因为马林节人车也手。不是啦，是马林节啦。囝诶，你若不问记是无好啊。啊，好啦，马林节人车也手。哎呦，不是呀，是马林节啦。真个老啊！马林节人车也手啦。哦，囝，你头拄拢无咧斗。恁想伤济啊啦，因拢是上重要的，拢做不到，我拢爱你哦。然后，以后，鼓啊鼓啊跳跳跳，鼓啊鼓啊站站站，鼓啊跳，鼓啊站，跑命跑命一定咱。因要表演的是这个游泳，啊，这个了咱搁带咧，吼，中华文化馆了，咱就属于迄个石敢啊吼，咱要上北挂山有迄石敢啊，一步一步豆豆啊行，豆豆啊行。过来有一个真出名的，就是关的这个水你甲传好啊，传好再甲我讲一下吼。文化报道了，咱就。最近好啊！你顶回去白肉啊，刚食了，啊袂咧，这边佫去互伊看卖。现是安怎讲呢？敢有特无？啥物有特你若甲讲有人咧卖仙丹，讲
的咱无要做，咱无要做。咱这毋是药啊，咱这毋是药啊，是健康食品，是健康食品。紧来看，慢来你就减看一半，慢来你就减看一半。咱是顶港有名声，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下港有出名。是啥物吃老嘞？是啥物看来嘞？阮一件百外名，百外名，百外名。伫倒位？村嘞，村嘞，还搁伫公园边仔伫咧行，伫公园边仔伫咧行。哦，真正哟！今仔日来到贵宝地，来遮贵宝嘞，贵宝嘞。王伯讲，毋是要卖物件，毋是要卖物件，是要请你来听歌，是要请你来食沙。食沙，喂，落来嘛，歹势，听歌啊！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这路愈啊是愈精彩。行路行这条，要买小花就看这边。是讲无买物件，是卖啥？健康食品，有啥路用？真快，真少听。目睭看无的若食着，目睭看无的现讲去，腰无好的若食着，腰无好的现直去，脚袂行的若食着，脚袂行的现行去，走去，这好用安怎话？今仔日要互咱同客买好欢喜，你甲我有缘，讲到10箍买，5箍买，5甲走1箍，搁送你2罐养乐多，5甲走1箍，搁送2罐养乐多，有够俗，这么俗，食袂好嘛会饱。养乐多好欢喜，毋过老师讲袂使乌白买药啊哦。来无不明的药啊，食了是会洗药水哦。阿爸，你敢知影迄用啥物做的？阿爸，身体若无舒服，爱去互医生看。若无阮也你去互医生看卖咧。哦，阿妈。阿爸、阿母，我嘛累啦。警察来啊！紧来抓！我后摆唔敢啦。身体若无舒服，爱去病院检查，爱听医生甲药师的吩咐食药啊，袂使家己黑白买药仔来食，唔通黑白听，唔通黑白买，唔通黑白食，身体健康，日常生活来做起，放弃对我伫遮，放弃对好，放弃。真欢喜，放弃，收规矩，放弃，讲台语，放弃。
年出山溜颠好来。咱讲哦，山线咱上紧来。中华对哦，这下，哦，这个老仔，这个虽然很贵，好来，你讲。划算。哈？好来。哦，中华真划算。来。哦，你的妈妈啦，你看阿哥。恁好啊，要来去北角山吼，山顶，啊，咱即摆吼，好了吼，准备好了。各位同学，我甲北角山的歌表演开始。后礼拜咱就来学外教学，甲我讲过的景点拢介拢行过一遍，你讲好无？好。啊，毋过爱换恁讲哦，咱去受挑战。我要看恁敢有我讲的，拢听入去，搁记起来。老师，阮若讲了好，敢有礼物？好啦，我传奖品等你，恁大家拢转去准备哦。哦耶！时间过了就紧的，马上就来到第二班啊！学生啊，哪会拢无来？大家拢真准时哦，袂歹。老师啊，你的礼物呢？万请啦！你著安袂讲的。老师，紧的，你紧甲阮考啦。哦，敢若只有北鸭哦。我先讲，这个红毛疹，佮叫做花仔疹，是台湾中部位留落来的荷兰古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听讲是由咱的西边所开的，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有真侪传教士甲兵仔来遮落水，所以叫做红毛疹。不管，我那时候来去，即马是啥要带咯？是啊，个去拢是楼梯，大家爱细力行哦。即马啥会当甲我讲有头步过的意？老师是不是叫做一包一卡？你是甲我讲哦。即马啥会当甲我讲有头步过的意？来提升文化、艺术创作环境，甲培养民众的素养，用来免费咱中华团体进行的啦。过关讲得最好的。哇，有真侪人咧运动啊！你看，过去。
调好，请问要继续讲。老师，我来讲文学数字表。哦，我感觉这道有地看，看你平时点啊。老师，伊哦，常常食沙瓦公饭啦。好啊，你莫个，你是要听无？伊个。这个文学数字表是为清朝康熙年代到民国90年期间总共有290几字。相关记录的是中华湾有名的作家诗人，因的创作对咱中华有真大的贡献甲影响，亲像新文学之父中华妈祖大和先生，阁有现代的河源老师林武宪吴先生。来，大家继续听。大家有看到无？迄就是大和之心啦。哇！伊伫咱八卦山的环境区来。代表咱中华的文笔。老师，有时安怎叫大学生考几只？讲得真好，可见上课有认真听。老师，咱今来行天空步道啦。好，等你点行起来。恁大家看，遐个卖糕呢，都叫人有够大粒的，一定真好食。好，讲着食，你就真看遐。好啊。咱即马要开始行天空步道，记得爱注意些。上学的好笑。老师，我画一个生界了。我知袂使学袂中，袂使学袂坏书，袂使学袂摇。是咱这分贝的，袂使学袂当笨手，袂使推听的人。袂使学袂放的，袂使听原大的报恩国民，为真心假心，真心假身体无好时，家己爱检查。大家拢讲了好。天空步道是咱台湾步程上长的步道，有7个出口，其中4、5、6是悬的袂当进。
是无方便。因为这三个出口看，以前的出口看到从伫高中来学校内底，若是开放会插着学生啊上课。弯弯花落去，咱种花的风景就是天顶的云敢若棉仔长呢，树仔搁有刺顶顶。你看，是不是树的花开甲红起去？哦，嘛芳芳啊，那是红花啊。你这叫做目睭花花，有啊靠做菜瓜。袂歹哦，你的台湾的家己讲了真好。好啊，这就是这个出口。对，上尾一个要问你。咱这个天空步道对11号到7号高中场的几个所在？我知有，包括山大河、中历史野球场、中华艺术高中、生活美术馆。这个天空。学堂当中有偌长，上悬的有几公尺，一般拢是几公尺。老师，伊拢总有2000公尺，2.5公尺，那就是1公里个6.55公尺。上悬的所在是26公尺，一般是27公尺。老师真欢喜，大家拢表现，拢真好诶，讲了嘛就赞的，表示上课有认真听。嘿，老师，我在咧有咧。老师，那呢？我还咧。大家今仔日大家拢表现上好，大家拢有礼物。咱来对付一个。多谢大老师，这个老师是肖万老师。虽然是一句话吼，你若是一届头一届你行，应该要听。
个入客厅，咱佚佗拍头喙，咱佚佗咱拍头喙，吐吐扫。外孙诶，恁两个哪会耍甲安尼啦？阿母，可能是同志吧。阿母可能是带我养菜去看医生。阿爸食薰，食薰，他会小屁了皮车，有对厝内底的人，天公嘛无好。好啦好啦，莫阁啰嗦啰嗦啦，赶紧看你看伊去食。公车去病院，然后看到真侪人骑乌托摆。来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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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工厂因工讲快乐的。这是人手鼓嘛？下落的人，我会先不走。哎呦呀！哎呦呀！海蛙呱呱的。哎，我记得你们这么秀哎。哦，那还有不要变吗？嘎嘎不要变吗？好了，快点。恁两位各位无爽快，恁两个一直拍家己来，这要开开出来啊！希望我你这要开开出来啊！过敏啦，空气啊歹，过敏就会压起来，厝内爱摒扫清气，较食运动，增加抵抗力。
安怎讲？规间厝烟囱囱，用要袂喘气。阿姊，赶紧行去开窗啊！奇怪，啥咪咪哪会这么吵？这味闻了头发远。大人大家拢头晕目暗，落要吐，身躯海来海去的。这是附近人庙的老公当咧放毒气，人民拍电话号传过去，点去，若无早晚会好透。行，咱去来去拍电话。音乐，你有录音乐？好大家舒畅气的空气。祝大家健康，以后无要搁出金纸，大家用双手拜拜就好啊。以上感恩有关自家。以后咱出门尽量坐公车回家，要有空气污染。厝内无用到电器插头，爱拔掉线手关电火，才会较省电。你想要有金蕉花枝花，做阿爸，家村的农场，改善环境看。回收的粪扫无爱纸、灯管啊、塑胶、玻璃。青的果子壳，韭菜姜葱的部分会使做肥料。主食的饭干就是米、白米、水
我要读书。耶！多谢啊！多谢啊！我要摕到去互我阿母听啊！好啦，我摕了。阿伯，多谢你。阿母，我回来。我早一日你上爱食的菜啊。真的啊？计算啊。阿母，你看遐啦。阿明啊，你做阿兄就爱如此好买一个，而且你袂记今仔是伊的生日咯，咱因人要做伙甲恁两个庆祝呢。牛姨，谁人讲大年过生日，我就爱牛姨，为啥物毋是伊牛啊？好啊，恁两兄妹仔生日就拄好差一天尔，白白拢是一家人，莫计较遮尔济啦。咱通好啊洗手，通好食饭啊。我上讨厌过生日，阿爸阿母拢变心，伊敢若做阿妹生日尔。另外后摆你就做回来。阿明啊，你嘛做回来啊！咱来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金顺。阿母，你看遐又过来啊！莫吵伊，啥物相分？我先，是我生日，当然嘛是我先，是我牛年。好啊，你两个莫搁我啦。哎，你到底我要安怎做才会公平？好啦，我知啦，你辛苦啊，咱来休困。恁兜哪会遮水？今仔日毋是你的生日，恁兜哪会拢无人？对啊，今日是你生日，你哪会一个酷闺蜜？做生日的一个假2个拢无，惊拢来倒。阿明啊，恁两个哪会拢走了了啊？你逐年的生日，搁甲我甲小妹生日人做伙，反正你就是因为我无听话，煞去啊！阿明啊，你莫搁生气啊！我来陪你。阿明啊，你知影世界上爱是母亲的爱，你毋通黑白想呢。阿母根本就无咧吵我。每一天暗时，伊拢无伫咧厝诶，一直带小妹出去踅街。迄是，毋是啦，迄是因为，是因为啥物？
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呀，其实阿母大工以下拢无伫个，伊是去做鸡卵糕。敢真是嘞？当然是真的。其实你足乖的，阿母希望亲手做一个鸡卵糕给你吃。阿母，我哪是我误会你哦？阿你没说东西的。那呢，咱今来切鸡卵糕。哎呀，去下我。第一，我希望阿妈阿妈身体健康；第二，希望考试会当考100。啊我嘞？好啦，你嘛考100。啊第三嘞？第三，我才无爱甲你讲。然后最后发生什么代志，听继续看落去。就我来找了，而且我连整个都还没拿到。这是什么所在？那用到是啥？嗨，我不要抓登去。然后愈哭愈大声。这个时阵，一只乌对只行过来。哇！无你即马是咧哭，无只哭煞袂。啥人？哪会这歹？我是乌熊啊！我囥在等路边，你哭甲大细的声甲我吵真是无，你即马是咧哭安怎？歹势啦，乌熊大，我是因为找无路通转去。所以才会伫遮哭，请你莫生气，莫甲我吃掉啦。哦，莫阁哭啦，阁哭我直接甲你拆食落吧哦。好，总算安静啊。你讲你找无路通转去是无？
安尼哦。我带你来去找我的好朋友猫头鸟，伊逐工拢伫地顶飞来飞去，有可能知影因兜伫倒位哦。耶！多谢乌熊大，想袂到你看起来遮歹，心肝遮好，真正是乌甲底豆油，无底看咧。豆家你怎知？哈哈哈！行，交话无讲，行，我带你来去。多谢乌熊大，乌熊带就好，离开了。乌熊带就好，去猫头鸟因兜，猫头鸟当咧困中昼。猫头鸟有伫无？动动动！猫头鸟有伫无？动动动！地当，地当，毋是地当，是我啦。乖。哦，原来是乌熊乖哦，我叫是地当嘞，我会想着。有代志要问你啦，你看这只石虎因啊？哦，遮尔大只，我无法度食啦。无你即马是困去啊吼！若要食，我袂晓家己食，哪有通问着你？你找伊来找我创啥？伊煞毋知，伊是惊毋知咯。想讲你逐工哦，四界飞，有可能知影因兜哦。我想看下咧。我毋知呢。无你即马是咧装笑话哦？毋知搁咧想几步？歹势啦，我有一位朋友，伊可能会知影哦，因为伊食草，因为我出门是拢无注意看就好，但是我只有朋友食草的时阵，拢会四界看，伊可能会知影哦。那我就甲伊交代互你，爸，我要去转来报名啊。好，来走。乌熊离开了哦，猫头鸟带就好去找梅花鹿，梅花鹿当咧食草。食饱无？你哪有跑来？就这只就好啊。猫头鸟，我跟你讲，你要上好来头啊。无啦，是伊惊无知咯，要来叫你。原来是安尼哦，听讲上好是300外只，我拢是这个有影在用啊，其实我头前头边的。我就想要转去耶！你想快头，我带你去找狗仔，狗仔只要看见伊，我就找着你来好。那我要起来去找狗仔，拜拜。然后我带你去找狗仔。摇头鸟离开了，梅花鹿带就好去找狗仔，狗仔当咧甲猫仔耍球。可以。狗仔名老早，新梅花鹿，哪会这行行？梅花鹿，你后壁这只，敢是我亲生的？你看，大家跟我亲生的。嘿啊，这个敢是你后生？吼，你哪袂讲啊？拜个咱乌鸟姐嘛，听到会互我去煞
唉，今摆因为吼真害呢，甲大自然吼破坏甲就好讲活袂落去，一个恐无几只。你这只石虎吼真好打呢，到出来四界啪啪响，等下互我的主人看到，伊就阮死无活。啊，那呢？我要安怎？我的肉无好食，血嘛比动的衫较歹看，为什么人类爱安尼对待我？对啊，即摆人类真自私，为着家己想，拢无顾动物的生活。你看，像我现在安尼，哪会看的？有够惨！如果是我拢去穿得了，还想要想要落地着。当然，阮狗仔嘛有这间啦。规囝的狗兄狗弟，若讲看到石虎，拢会甲恁教，互伊是啥叫强中的，世界真歹势。好佳在即摆的人外较有法度意识。是啊，我嘛会吩咐我遐的狗兄狗弟，后摆袂使讲甲恁教。对啦，我有看过苗栗山顶有。好呢，咁真是嘞，真诶啊！安尼，我刷进去，当作是甲恁护死的啊。多谢恁呢，我若会当平安大汉，一定会报答你的。免客气啊，今缀我来。石虎对狗啊，那个石虎一刀，石虎的爸母等在哭。对。我可怜的石虎，哪会照顾了无转来？但是去互车撞死，那一定是去互人拍落去啊！阿妈，阿母。阿妈，我回来。我囝回来啦，真是啥天大地。妈妈恭喜，我即摆有本事啊！好佳哉，有这个好朋友，甲这个好朋友斗相共，我才会当平安倒转来。后摆我唔敢搁乌白走啊！别客气啦。我逐工因为生活，看因安尼对待你，我嘛真唔甘。希望因为以后的这小动物，爱护大自然，互阮有一个快乐的生活。请大家共同爱护大自然，疼惜动物，互阮会当有快乐的生活。真多谢。感谢刘平哦，咱分享这个节目对哈。就好，真正个，爱讲大义有够拼，唔是猫仔袂爱哭。就好，啊，好拼！泡泡，哎，感谢李老师哈，感谢李老师。咱台语演讲比赛还阁有11场吼，请还未报名的，咱这边分21区、12区吼，请大家鼓励咱的细囝去参加比赛。另外，咱阁有合唱团，咱有戏剧团，咱阁有合唱团、剧团，阁有童军团吼，阁有童子军，其实拢是真好的，所以欢迎大家鼓励较侪人来参加。马上9月19，伫咱花坛，咱的合唱团甲剧团要搁伫遐表演吼。咱其他的本土的语言文化，就拜托咱每一个家长，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台湾人，拜托大家多谢。
就当时今日所传播咱台语文海呀100位小朋友啦，啊个老师吼，咱同学吼，啊个所有老师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啊，但是看到咱的小朋友讲到咱吼，这个优美的台语是，但是咱内心非常感动啦！这是咱上好上亲近、上水的声音，会当希望会当流传到吼。感谢咱原来文教机会长期的推动，吼，而且感谢咱指导团队甲所有老师啦，吼，感谢你，希望讲继续努力，有这做调准。而且后礼拜吼，阮7月15开始，连续9天吼，火金菇吼，咱是全国为大天吼，暑假会当看火金菇的所在吼，因咱全国200外。火金菇吼，拢是4月到5月，阮是后礼拜7月15到7月23吼，连续9天吼，发展吼2DBC 的3年季，邀请咱所有小朋友吼，会当来咱个人较常来，阮遐嘛有稻田彩绘哦，9月份有稻田彩绘，还有咱的香菇滚迷宫吼，希望讲咱即摆的小朋友吼，电视甲咱的手机网络占咱的真侪时间，所以咱目睭无讲介好吼，小咱小朋友坐姿嘛无好吼，所以希望讲会当行出户外吼，后礼拜六阮伫咱的花坛图书馆甲咱的邮局接驳车吼，会当接驳到阮伫第3牧场挂山少年之家吼，欢迎大家吼，咱的萤火虫等待大家吼，真水的萤火虫火金菇等待大家当来欣赏，欢迎大家，多谢，谢谢。